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2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书第29章第1节到12节，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。有人讲大智若戆，强调的是智慧，毋是愚戆。但嘛强调有智慧的人，袂通总是爱表现。台湾话嘛，阁有一句俗语话讲：半桶屎直直啜。迄个意思是讲，一个人无有什么款的才调，但是却一直想要来表现。这款的人真欠缺有真智慧。以赛亚书29章第1节到12节，先知的话安尼讲着。阿里伊勒，阿里伊勒，你惨啊！大必安营徛起的时啊，你惨啊！恁一冬搁一冬，节期照时庆祝。毋久，我要互阿里伊勒拄着灾难。你会悲伤吐气，会亲像得烧的祭坛的炉。我要四围扎营围困你，要起土堆攻击你，起关台攻打你。你会倒怀对土地讲话，对尘埃出细细的声，你的声会亲像牵亡的声，对土骹底出来，亲像鸟仔啾啾叫的声，对尘埃出来。你的敌人会亲像油的土粉，强暴的兵士会亲像互风吹的粗糠合济。一声句，忽然间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会用雷公四纳、地动、狂风暴雨，甲吞灭的火刑罚敌人。一时攻击阿里伊勒列国的兵士，所有的攻击伊的城堡，围困伊的会变成做一个梦，亲像民间异常消息，因亲像妖恶的人忘记得食的物件。困醒还得枵，亲像喙焦的人忘记得啉水。困醒还得野善，喙焦。所有攻击锡安山列国的兵士拢会安尼。恁爱做戆人，出在恁动戆；恁爱青梅，恁出在恁青梅。恁水茫茫，毋是因为啉酒；恁电来电去，毋是因为交酒。上主有甲恁灌入冬眠的神，甲恁的目睭，就是先知黄起来，甲恁的头壳，就是先见看起来。因为安尼，所有的密事对恁看起来是荒谬一切。这本册。摕互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我袂当读，因为册皇帝。摕互毋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我毋捌字。有时阵承认家己的不足，嘛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啦吼。这是真好的一个谦卑态度，是智者的表现。雅各书提问讲：恁中间有聪明智慧的人吗？然后伊就建议智慧的应该爱有品行甲行为。这中间嘛，提醒智慧者毋通夸口，佮毋通讲白贼，因为迄毋是真理的品格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安尼讲。恁中间有什么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用谦卑甲智慧，通过家己的好品行来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怨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夸口、讲白贼，抵得真理。这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，是属地上。属血气，属魔鬼，因为有怨妒甲自私，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就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，充满慈悲，搁熬结好果子，
无偏私，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赢的政治所结的果子。智慧的人应当爱有良善的果子，爱有仁慈，无有偏私，搁较无应该爱虚伪。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以爱伊改名的这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因有好的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少人，搁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。这款的人事事顺利，义人绝对袂失败。因永远互人笑脸，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。我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主拍败。因慷慨真济善请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恳求主赐互阮智慧，互阮用智慧的品格行为来款待人，互阮无骄傲，无徇私，无讲白贼，用好来待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